哇！對啊！首次限時必走價，而家企咗喺大角咀合群街，後面係匯豐，唔係銀行啊，匯豐餐廳啊。就而家係 live 嘅情況，就講緊係星期五啦，2025年嘅5月23日嘅下晝1點，大概15分到啦。就呢間嘅匯豐特色餐廳，因為點解咧？佢係呢個大單邊嘅位置啦，咁啊同埋側邊嘅時候有個嘅天井位，自由度空間用得比較多啲。嗱，望下呢度嘅時候咧，係比較重建嘅區域嚟啦。咁我哋而家原本叫價咧就16萬，冇辦法啦，面對現實，我哋都要減價落嚟，咁就減到落嚟就650萬，底價就必走價，即係必上去啦，700萬咧，咁就即簽價啦，就俾你，就去到呢個嘅5月28號中午12點前嘅時候咧，使俾你個逼啦，650萬以上嘅時候咧，咁我哋就會簽落去噶啦。咁就如果700萬咧，就必走價，就後面呢間嘅匯豐餐廳。入邊都有人嘅啦，你見到啦。咁啊，就本身佢都係地頭蟲啦，喺呢頭都做咗好耐。咁啊，呢個位嘅時候咧，變咗做側邊啲車房啊、居民嘅生意啦。日頭有好多嘅車房喺度啦，咁啊少啲食嘢啦。咁啊，同埋就夜晚嘅時候換居民啦。同你轉個圈嘅時候咧，咁嗰邊咧就講緊係叫做咩？嗰個叫港灣豪庭啊，嗰邊係港灣豪庭。左手邊嘅時候咧，就講緊係嗰個嘅軍匯港啦，咁嗰邊咧，我諗呢度最大賣點咧，大角咀呢頭咧就好多嘅重建嘅，全部呢個重建嘅時候咧，就利奧坊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期加埋一嚟咧，就佔地係10幾萬嘅平方尺啊，總樓面面積係講100萬平方尺啦，咁就2500個住宅單位啦，咁係咁落成噶啦，咁同埋喺我呢頭嘅時候講緊咩中堅樓啊、中耀樓啊、中英樓啊、中美樓啊、呢中原樓啊呢紮地段嘅時候咧，全部啲樓望落上，全部都過60年噶啦，咁分分鐘咧就隨住附近嘅重建落成啊，呢頭分分鐘有玩重建啦，咁啊希望日後嘅時候人流會更加旺啦。咁望住就係呢個嘅豐匯餐廳，建築面積講緊係700尺，咁就係大角咀嘅合群街中原樓嘅地下嘅12A 鋪呢個位置，而家嘅租金咧係33000蚊，咁啊就租客就豐匯餐廳啦，有埋大牌嘅酒牌有晒喺度噶啦，咁就好幾特色嘅，就係呢個大單邊位置啦，同埋側邊就有個嘅叫做天井位，咁啊變咗休息下輕鬆下，咁又幾好啊，用到空間又比較大啲。咁啊出翻去外面就講緊係大角咀道啦，嗰邊就講緊係港灣豪庭啦。轉翻過嚟嘅時候，分匯港啦，呢度咧就講緊一大抽係中原啦、中堅啦、中耀啊、中英啊、中美樓啊，呢個地段咧全部樓齡望樓上都過咗60年噶啦，咁分分鐘亦都有重建嘅潛力啦。同埋最緊要就係附近呢個利奧坊1、2、3、4、6、7期嘅時候咧，都不斷地係咁落成緊啦，超過2500個住宅單位。所以後面呢間嘅鋪頭就匯豐餐廳。我都希望匯豐銀行啊，但係匯豐餐廳 OK 嘅，叫做呢個地區做咗好多年，都實實正正嘅一個嘅茶餐廳嘅租客。咁有興趣買呢間鋪嘅時候，就聯絡各大經紀朋友啦，或者我哋嘅同事們啦，咁就限時必走價，咁就650萬以上，使乜你嘅 bid 啦，700萬就即簽噶啦。同一時間嘅時候咧，我哋有幾間鋪嘅，就講緊係呢個嘅3間鋪咧，就旺角演寶房街啦，底價2000萬，即簽價2500萬啦。合群街呢間鋪啦，底價650萬啦，即簽價就係700萬啦。同埋咧喺爵祿街，琴日同你拍咗條片嘅熱狗店，月租係32000蚊，底價係630萬，即簽價700萬。仲要3間鋪嘅時候咧，係必走價啦。5月28號前嘅時候，聯絡各大經紀朋友或者我哋公司同事們啦。好啦，多謝你先，都要面對現實啦。咁總之就係要減價落嚟嘅時候，而家一個可能好好嘅買鋪時機。多謝你先。咁你計計數嘅時候，如果呢度後面呢間33000蚊，底價650萬，同埋即簽價700萬，當即簽價嘅時候啦，咁都講緊係5厘幾回報，算係咁。多謝你先，我係盛匯商鋪基金創辦人李根興，咁啊限時必走，聯絡我哋公司同事們啦，多謝你，拜拜。